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初9，诗篇85篇7节的讲：主啊，求你予阮经验你不变的疼，将你的救恩赐予阮。三角来祈祷，将你的救恩赐予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所仰望、所倚靠的信实公义上帝。主啊，你是帮助阮、扶持阮、保护阮的慈爱天父。主啊，求你做阮徛起的石盘，予阮通时常踮遐。主啊，你要拯救阮，你是阮的避难所，阮的堡垒。你要予阮通秘伫你的内面。主啊，对阮少年的时，你就教示阮。现在，阮要得保养你奇妙的作为。主啊，阮经历的苦难真多，还阁你要予阮阁活起来，对地深的所在阁起来。主啊，你会将尊荣予阮，阁再安慰阮。主啊，求你予阮经验你不变的疼，将你的救恩赐予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